据专家们表示，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部署了成千上万的武器基站，他们担心这项技术将被用来进一步监视和监控维吾尔人与其他突厥人。这也引发了人们的怀疑，即该技术不会用于经济发展，而是用于加强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数字监控。东突厥斯坦首府乌鲁木齐是中国在2019年优先部署武器地的城市之一，而北京现在以促进区域发展为由，在新疆进一步加强部署武装基地，以强化中国在此地的数位监控，包括无人机监控、具人脸辨识功能的监视器、手机监视。专家们认为，北京正打着经济发展旗帜，其背后的目的是强化对穆斯林族群的控制。一批受中国迫害流氓的族群4月23日汇聚在台北举行座谈，关注中共20大。南蒙古代表其海明形容其是最后的疯狂。海外维吾尔领袖热比亚直言，中共的威胁具扩散性，发生在维吾尔、西藏人身上的命运恐将发生在全人类身上。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透过录音参与台北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及中共对世界的威胁国际研讨会时示警，中共对少数民族使用的临时扩张、种族灭绝的暴行肯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由于担心美国对电池材料采购的新规定将推高成本，已经放慢在北美投资电池厂的计划。两位知情人士说，据路透社此前报道，这家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自今年早些时候以来一直在考虑在美国和墨西哥开设新工厂。目前全球每3辆电池车中就有1辆由该公司提供电池。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辞职后，保守党的竞选又开始了。前首相约翰逊周日提出成为英国下一任领导人的竞选，他表示他得到了足够多的议员的支持，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但支持他的议员人数比领先的前财政大臣里希苏内克少得多，这样英国将在7周内第3次更换首相。朝鲜和韩国之间在侵犯领海问题上存在紧张关系，在相互指责后，两国海军舰艇鸣枪示警。最近几周，由于朝鲜的核试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近80年来，美国第100亿空降是首次部署到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欧洲。该联盟距离罗马尼亚与乌克兰的边界约5公里。